由新地發展嘅 Sierra Sea 供應接近1萬房，規模拍得住沙田第一城啊！今日我哋除咗會嚟到樓盤嘅現場睇睇附近嘅環境配套之外啦，亦都會去到參觀示範單位，睇下發展商特別為呢個樓盤引入嘅一啲設計元素。Sierra Sea 所在嘅西沙綜合發展區，佔地超過670萬尺，相當於3個維園，可以分做3個地盤。其中鄰近斜下村嘅地盤發展成為西沙高 Park， 佔地大概130萬尺，係一個集運動、娛樂、餐飲於一身嘅綜合發展項目。而海影路以南嘅地盤就正係 Sierra Sea 1A 2期所在嘅地方。根據樓書顯示，可以再細分做6個住宅期數，提供29座，關鍵日期最遲去到2030年。至於西沙路以南嘅地盤就會供應多17座，同另外2個地盤隔住大洞村，可以經行人天橋駁過去西沙高 Park。成個項目加埋有46座，未來供應大概9700伙，拍得住沙田第一城。率先推出嘅係 1A 2期，一共有4座，提供781伙，標準單位涵蓋1房去到3房，關鍵日期係今年嘅12月。樓盤嘅景觀主要分2類，向東嗰邊嘅單位有機會望到海景，越近海岸線嘅座數，亦即係第1座，望到嘅海景就越開揚。所以發展商都將最大一款嘅3房單位擺咗喺呢一座，其餘嘅單位就以2房同3房為主。由於同企嶺下海之間隔咗1B 期，高層單位嘅海景就會比較有保障啦。至於剩低嘅單位，除咗少量向北同向南之外，大部分都係向西，包括所有嘅1房單位。向西嗰邊嘅單位會先望內園同海影路，跟住再望西沙高 Park。首批158伙集中喺第3同第5座，扣除最高1成半嘅折扣優惠，折實平均尺價10300幾蚊，折實樓價由大概299到598萬，折實尺價就由9400幾蚊到11100幾蚊。涵蓋1房去到3房單位，入場1房大概299萬，另外有118間2房，折實樓價由大概389萬起步，至於3房就37間，全部都唔過600萬。睇睇項目嘅戶型分佈啦，2房係主打戶型，佔咗大概5/4，其次就係3房，佔咗大概2/6。所有1房同2房都係開放式廚房設計，以標準單位咁計，1房大概300零尺，2房就由381到540尺，至於3房去到700尺或者以上嘅單位就會轉做緊廚。我哋會同大家睇2個示範單位，包括項目嘅主打戶型，一間就面積453尺嘅2房，以1座10樓 J 室做藍本。呢個門口喺右手邊就有個凹位啦，發展商都利用咗呢個空間做咗一組高身嵌入式嘅儲物櫃，下面嘅位置就主要可以擺鞋啦。至於中間嘅中空位呢度都有個插座，就可以方便擺啲電話喺度叉電啦。至於最上嗰一格其實打開入邊就係一個電箱嚟嘅，可能嗰個收納容量就會少啲啦。收納櫃配備活動層板，住戶可以跟翻自己嘅需要去調節每一層嘅空間啦。轉過嚟就係開放式廚房啦，佢嘅深度都去到個廳嘅一半㗎，打造咗唔少嘅收納容量。為咗方便大家拎一啲比較高嘅嘢其實佢都特別係配備咗張凳仔啦，同埋做咗一啲拉籃式嘅設計。同時配備一系列嘅西門子家電，包括電磁爐、抽油煙機、洗衣乾衣機同埋微蒸烤焗爐。至於雪櫃就採用咗 Bosch。櫥櫃面向客廳嗰邊都整咗個高身置物架，連埋開放式廚房咁計，成個廳超過160尺，鋪咗加強防滑地磚。通常啲新盤露台都22尺到啦，但係呢一度就大啲啦，有27尺，相對嘅空間會闊落少少啦。另外亦都鋪咗戶外木，佢嗰個高度水平就追翻貼室內嗰度，變咗就可以方便輪椅人士出入啦。露台加埋工作平台有大概43尺，以全屋就面積453尺咁計，戶外空間佔咗大概9%。跟住就到寢區啦，2間房由走廊貫穿，所有房同埋廁所嘅門框都係可以拆得嘅。變相若果屋企係有人需要用到輪椅嘅話呢一個門口位隨時都可以加闊㗎。
睇返樓書，門口側邊嘅牆身唔完全係實線，咁反映返相關嘅門框設計。項目唔係所有單位都有呢種設計㗎，咁例如2座嘅10樓 D 室，其中一間房採用趟門，咁建議買家選購單位之前可以多啲參考樓書。客房有大概45尺，房門靠邊開，都易擺家私。轉過嚟浴室睇睇啦，鏡櫃預留咗風筒嘅收納位。為咗就嗰個窗口位咧，見到有一個花灑咧，就擺咗喺側邊呢個位置啦。咁睇呢個淋浴間咧，其實同平時啲新盤有啲唔同咧，就係佢另外亦都裝埋一啲扶手，咁啊方便老人家使用。浴室有窗，但同時都配備浴室寶。樓盤大部分兩房都係光廁，集中喺第1到第3座。咁最後睇埋主人房，大概77尺，開即市正。咁嚟到主人房咧，因為佢相連一個工作平台啊，咁若果咧擺家私嘅時候又想爭取多啲走動空間咧，咁可能張床咧就要靠近窗邊擺啦，咁至個衣櫃咧就靠翻呢邊牆身去頂做啦。工作平台有16尺，可以加強空氣流通。咁事實上，純兩房除咗示範單位嘅走廊積，咁仲有一款蝴蝶積。以一座10樓 F 室做例子，2間房喺客廳嘅左右兩邊，冇咗條走廊，咁變相廚房側邊就會多咗個空間。想住大啲就可以揀大兩房，會多咗間儲物室。以標準樓層計，主要嚟自2座同3座嘅 A 室，得42間，就面積介乎516到540尺。跟住再睇多間1房嘅示範單位，以一座10樓 G 室做藍本，就面積301尺。同樣有加強防滑地磚、靈活門框同埋淋浴間扶手呢一啲嘅設計元素。但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話，就可以提高日常生活嘅安全性啦。咁因為門口咧呢邊就有個凹位啦，咁所以1房單位嚟講咧，嗰個雪櫃咧就擺咗過嚟呢一度，咁剩低嘅位置咧都做晒玄關櫃啦。大門另一邊就係開放式廚房啦，咁大部分嘅家電同啱先間2房示範單位一樣，只不過轉咗做微波烤焗爐，咁同埋電磁爐由3頭轉做2頭，唔計玄關櫃同埋雪櫃嘅位置，成個廳有大概110尺，睇電視距離超過2.4米。因為露台嗰個通道位咧就喺中間啦，咁再加上咧兩邊牆身咧都要預留接駁電視嗰個掣口位啊，咁即係話啦，邊邊擺梳化或者電視機櫃都可以。22尺嘅露台鋪咗戶外幕，其中一邊有實牆，避免望到隔離屋。入嚟主人房參觀下啦，大概71尺，開即市正，同客廳同向，配有玻璃幕牆，有助加強採光。套廁以趟門分隔，可以慳返啲位。採淋浴間設計，同樣有窗通風。事實上，成個項目發展歷時超過30年，咁經歷咗2次補地價，加埋超過196億，係本港史上最大宗嘅補地價個案。咁發展商同時耗資超過30億改善區內基建，咁包括將一段1.5公里嘅西沙路由雙線擴展到4線，改善排水排污系統，同埋興建社區設施大樓。日常生活配套方面，而家西沙高柏有唔少餐廳，第2期預計今年年尾試業，會有大概1萬尺嘅一田超市、英基啟新書院幼稚園同埋中大醫務中心，迎合家庭客嘅需要。交通方面，CLSC 最近嘅鐵路站係烏溪沙站，揸車過去大概5分鐘。而家西沙高柏對出嘅巴士站有6條巴士或者小巴接駁去烏溪沙站同大學站。住戶想有多啲買嘢食嘢嘅選擇，就可以搭車去迎海匯同埋新港城中心等等。而項目入伙嗰陣，預計會再新增5條巴士路線，並且以基座交通交匯處做總站。講返屋苑自己嘅設施。CLSC 嘅會所連埋園林加埋大概148萬尺，提供多達168項設施，包括6個泳池、健身室、多用途體育場館，每10尺管理費大概4個3毫8。對項目有興趣嘅朋友啦，記得實地考察下啦。示範單位咧就擺咗喺 ICC 嘅21樓。另外咧入市之前記得計清楚自己嘅供款能力，同埋啦睇清楚銷售文件啦。最後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CLS 同埋 subscribe 入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 啦。